大家好，我係梁雅蕾，今日會同大家講少陰病嘅表陰症第1至到第11條方。第一條係麻黃附子甘草湯，佢係甘草麻黃湯加附子，所以佢嘅方劑組成就會係隻甘草、麻黃、附子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表虛寒症見戶寒、無汗、脈微細者。第二條係麻黃附子湯，佢係麻黃附子甘草湯增量麻黃份量，佢嘅方劑組成係麻黃、隻甘草、附子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少陰病兼見浮腫明顯、無汗戶寒者。第三條係麻黃附子細辛湯，佢係麻黃附子甘草湯去甘草加細辛，佢嘅方劑組成係麻黃、附子、細辛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少陰病兼寒飲，即戶寒、無汗、脈沉者。第四條係桂枝去雀藥加麻黃附子細辛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桂枝、生薑、甘草、大棗、麻黃、細辛、附子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手足逆冷、戶寒、身痛者。第五條係桂枝雀藥知母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桂枝、雀藥、甘草、生薑、知母、麻黃、防風、白術、附子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關節腫痛、表虛寒明顯者。第六條係桂枝加附子湯，佢係桂枝湯加附子，佢嘅方劑組成係桂枝、雀藥、甘草、生薑、大棗、附子，佢嘅辨證要點係桂枝湯症更見戶寒、關節痛、小便難、四肢微急者。第七條係桂枝去雀藥加附子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桂枝、生薑、大棗、隻甘草、附子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桂枝去雀藥湯症又見脈細、戶寒明顯者。第八條係桂枝附子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桂枝、生薑、大棗、隻甘草、附子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虛寒關節痛、風濕痹症，屬虛寒者。第九條係桂枝附子去桂加白術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附子、生薑、大棗、隻甘草、白術，佢嘅辨證要點係桂枝附子湯症無氣上衝而見小便自利、大便偏乾者。第十條係甘草附子湯，佢係桂枝甘草加術附，佢嘅方劑組成係隻甘草、附子、白術、桂枝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表虛寒症見關節疼痛、汗出惡風、小便不利者。第11條係真母湯，佢係附子湯去人參加生薑，佢嘅方劑組成係茯苓、雀藥、生薑、白術、附子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頭暈心悸、下肢浮腫滑痛、脈沉者。